兄弟，新年恭喜！即时，请咱备万心三甲来敬拜上帝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阿罗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阿罗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请咱三甲来吟诗，圣诗435首，圣诗435首。带咱大家来吟诗，感谢上帝过新年，世间日子真快过，紧行天路着及时，紧行天路着及时。请咱起立来吟圣诗435首。大家用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伫咧圣诗的头前第13页，咱齐声来念：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交托，对大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。顶十字架死，埋葬罗阴府。第3日就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
交托客引文第22，客引文22伫个信息的后面1039页。客引文22就是诗篇的第95首，显着咱三甲来客应。来啊，咱来唱歌阿罗上主。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伊统压地极深的所在，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伊。来啊，咱来刻光敬拜伊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。慈悲怜悯疼痛的天父，真感谢你保守阮一年来的平安。伫个新春的头一个礼拜，会当来你的面前敬拜你，是何等的幸福！时间过了真紧，一年一年，目一个年就过去啊！求主教阮的爱惜光阴，伫主内兄弟会当互相勉励，彼此扶持，互相体贴。阮也求你赦免阮常常只有伫个需要的时阵才来求讨你，求你互阮会当学习用真实甲心灵来敬拜你，互阮的灵命会当得到进步。愿你的话语常常伫阮的心中、生活中真实来行出你的话。愿你保守阮一年，阮新的一年继续走伫你欢喜的路，满有平安。也求你看顾今仔日袂当来教会敬拜你的兄弟，求你甲因同在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下面圣歌队要用水的诗歌来献诗，今日要献的诗是用欢喜的心。
享受上帝的话。三、甲来享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4章第19、第30页。和合本是129页，现在中文版是150页，汉语版是107页。现着，我来读。主已经在法利人听到耶和华招着学生，也甲因行洗礼，比约翰较济。其实耶稣家己无行洗礼，是伊的学生行伊。就离开犹太，过去加利利，就对撒玛利亚经过。第5节，对安尼，到撒玛利亚一个城，名叫苏加，近雅各和伊的囝约瑟的地。伫遐有雅各的水井，耶稣行路前就安尼坐伫井边。迄时约略日中昼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抢水。耶稣甲伊讲：“请互我啉，因为伊的学生已经入城去买面通来食。”撒玛利亚人的妇人人甲伊讲：“你是犹太人，怎样对我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讨水啉嘛？是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。”第10节，耶稣应伊讲：“设使你捌上帝的恩赐，甲对你讲，互我啉的人是一罪，你得较求伊，伊就是用活水互你。”妇人人讲：“主啊，你无抢水的器具，井搁深，对倒落有迄个活水啊？阮祖雅各留即个井互阮，伊家己甲囝儿甲前生拢啉即个井的水，你敢比伊较大吗？”耶稣应伊讲：“啉即个水的，拢要搁喙干，独既若啉我所要互伊的水的，永远袂喙干。因为我所互伊的水，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，直直冲起来到永远。”第15节，妇人人对伊讲：“主啊，用即个水互我袂喙干，也免来遮远抢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去叫你的丈夫才过来。”妇人人应伊讲：“我无丈夫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讲无丈夫是对，因为你捌有5个丈夫，但所有的毋是你的丈夫。你的话真正对。”妇人人甲伊讲：“主啊，我看你是先知，阮祖捌伫即个山敬拜。若是恁讲敬拜的所在，应该是耶路撒冷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妇人人啊，就信我，时要到啦。恁敬拜爸也无伫即个山，也无伫耶路撒冷。恁敬拜恁所毋知的，阮敬拜阮所知的。因为拯救是对犹太人出，若是时要到，现今就是。真实的敬拜的，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，因为爸是爱即号人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。第25节，妇人人甲伊讲：“我所知弥赛亚得要到，伊若到，要用一切的事甲我讲。弥赛亚翻译就是基督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我即个在甲你讲话就是。”迄时伊的学生到，奇怪，伊甲妇人人讲话，独无人问你要啥物代志，也是讲你啥事甲妇人人讲话。妇人人随时放下伊的水盘入城，甲人讲：“来看，一人我平素行的事，伊拢甲我讲，即个总毋是基督啊！”因就出城来就近耶稣。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的人。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予咱的信息是心甲心的礼拜，请牧师。
咱同齐额头来祈祷。赏赐阮性命，互阮新的日子得过的主上帝，阮的爸，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要听你的话语，嘛要遵趁圣神的引带，互阮知影，安那会当伫你的欢喜的中间来过日子，互阮的性命好又搁好，新又搁新。即时，阮的心要静静伫你的面头前来领受，帮助阮，互阮的耳孔嘛听了清楚，心会当明白。阮同心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新年恭喜！已经过一礼拜啊，今日初七，对吧？初六，初六，好，今日初六。这礼拜伫过年，今年的年较冷吼，有落雨吼。这礼拜伫过年，甲旧年、甲自年，敢有无共款？感受中间。细汉的是伫过年，甲即马，诚做一个大人伫过年，心情安那？咱讲目一年安那，都变老人啊。迄天阮爸爸甲我讲，无想到，即马都已经较侪岁啊。伊问我讲几岁，我甲讲介侪岁。我问伊讲几岁，伊讲我无想要知影我几岁。伫算岁数的过程，日子，咱嘛看见咱的性命。咱的性命是哪来哪勇行，也是哪来哪无困难。咱的性命有肉体的性命，嘛有对上帝遐来，咱所讲的灵命。对受洗礼开始，若是算头一天一岁，安尼来看，咱的性命是几岁啊？过了几冬？敢有逐年拢伫进步，也是有当时有退步的时。过年足欢喜的是安那？会当摕到红包。这个红包，互咱看见一个新的愿望，嘛亲像一个困难，嘛亲像一个报赏，就是过去的已经过去啊，要有新的开始。嘛亲像红包内面的钱额共款，咱看见收到红包较侪钱，咱知影送红包的人安那有趁钱，咱的心情嘛对安尼来起起落落。做爸母的包红包互囡仔，毋望即个红包会当带互囡仔有好的祝福，陪伴因伫新的一年会当有搁较好的过程。上帝对待咱有缘嘛是安尼，伫逐年互咱有新的年在过的时，伊嘛互咱红包。咱敢有想过，咱对上帝遐领受的红包是啥物？也是无看到迄个红包，所以无感觉。旧年、猪年、新春礼拜时，牧师拢有准备一个红包，内面拢有经文。迄时我有讲，这个红包内面的经文看起来敢若是随机的，其实拢是伫祈祷的中间，嘛伫圣神的引带内面，互大家看见
上帝陪伴。有的人伫年底的时会搁甲摕出来看，回想过去一年，甲迄个经文，上帝互我的，敢真正是安尼？有的人是摕着红包的迄个礼拜开始，就开始体会着上帝甲伊斗阵。有的人是看到红包内面的经句的时，伊就想，这个就是我爱的，我就望上帝安尼，甲我伫地，赏赐我平安。不管是甚物时，上帝话语诚做咱性命的快乐，嘛是咱的美娘。食着好的物件，咱会勇健，会健康，身体会哪来哪好。上帝予咱的无一项是无好的，无一项是无够额的。总是咱的手摕着上帝福气的时，咱的手领受着伊的福气的时，咱的心对欢喜、感谢，一直到是毋是有当时啊，看见迄个福气，上帝会望的时，毋那是欢喜啊。有当时啊，佫会想讲啊，安尼看见那加给我力量的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共款一句的经句，有人想讲安尼，今年开始我有足多的快乐，因为靠上帝，我就啥物拢会使。有的人看到这个经句，所想的就是啊，惨嘛，今年会介济着无？啊，无上帝，那要互我靠伊会当什么都能，安尼就是有很多的不能。咱安怎去体会上帝甲咱伫地迄个过程的？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看见的是耶稣甲一个妇人人，撒玛利亚的妇人人，因安那伫过一个新的日子，伫普通时的生活中间，看见一个新的代志伫发生。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是无交叉的，无讲话，无往来。总是主耶稣伫迄个井边，是伫听候，嘛是伫休困，嘛是伫闪避。耶稣是安怎会来到迄个所在？今日圣经在甲咱讲，伊伫闪避一件代志，啥物代志？法利赛人因听见耶稣的学生愈来愈多，坐过约翰，因的心情其实无介好，嘛伫想方法要来攻击耶稣。耶稣要闪避这个过程，嘛无想要互做无拄好来发生，嘛无望法利赛人一直伫想安尼代志，伊离开迄个所在，要转去加利利。会经过苏家，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住的所在，一定爱经过这个所在，总是无一定爱伫这个所在休困。啊，毋过咱所看到的圣经在看见耶稣行到遮，伊行路真侪善啊。有神学家讲，伊毋那是行路善，其实耶稣伊的善是对法利赛人因所引起的迄个过程事件，以及看见侪无法度信上帝，嘛无法度相信伊的人，伊的心真善。不管耶稣是为着啥物来善，总是伊伫这个水井的边，伊伫遐休困，伊安尼去拄着这个妇人人。这个妇人人伫这个时间应该是无出来的，因为是透中昼。透中昼的是大家拢要休困。这个妇人人是安怎伫这个时来求水？
咱看见后壁伊甲耶稣的对话，知影伊的行为，毋是大家会当接受、接纳的行为。伊捌有的5个翁，即马甲伊斗阵的迄个，毋是伊的翁婿。一个安尼的负责人，伊爱闪避人对伊的评论，对伊不友善的对待，无好的眼光，定罪的眼神，侪佫有可能，甲伊讲话的时阵，会看袂起伊。伊爱闪避遮的过程，伫透中昼的时，无人出来提水的时，来摕伊本来伫生活中间所需要的迄个水。两个伫闪避世间无好的，家己所无爱的人，这两个人竟然相拄啊！一个是耶稣查甫人，一个是妇人人。一个查甫人拄着一个查某人，一个主拄着一个需要主的，一个互人无接纳的人拄着另外一个想要去接纳人的人。这个故事，互咱看到遮的时阵，咱感觉真好，因为妇人人拄着耶稣，会当甲耶稣讲话。咱侪时嘛想要拄着耶稣，甲耶稣来讲话。咱看见耶稣甲伊讲的话是，请伊帮赞，互伊一点仔水来啉。看起来应该是互人福气，互人活水。耶稣讲：“我才有活水，互人活水的人，竟然去甲一个普通的世间的人讨一点仔水。”迄个角色足趣味的。负责人讲：“你是安怎甲我讨水咧？你无应该甲我讲话啊！因为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是无交往的，无往来的。”这个负责人看起来是伫甲犹太人、甲耶稣引带到一个应该爱做的迄个规矩内面。咱的规矩是无讲话，是无往来的。你是安怎甲我讨水啉的？耶稣甲讲：“你若知影我是谁，你就袂安尼甲我讲话啊。”你若知影我是谁，你就袂安尼甲我讲话。你若知影你所有的是我要互你的，嘛是对我遮来，你嘛袂安尼甲我讲话。看起来敢若是负责人要分水互耶稣，其实是耶稣已经传好，伊要互负责人的福气。伊嘛互负责人知影，所有的一切是对上帝遐来，是对伊来赏赐的。伫遮咱看见耶稣甲负责人的讲话内面，已经甲迄个位甲身份伫笑啊。看起来敢若本来是耶稣甲负责人求讨，总是耶稣甲负责人讲：“毋是啊，是你
爱对我遮来得到我要互你的。你若知影我是啥，你就会来甲我讨啊。所以伊甲伊讲，我才有活水。这个妇人人到遮的时阵，伊的身份改换，本来是爱分水出去的。伊听到伊有永远啉了袂阁喙焦的水时阵，伊煞转来甲耶稣讲：安尼，你互我迄个袂喙焦的水。耶稣竟然甲讲：你去叫你的翁婿来，代表啥物？我要互你的福气，毋若是要互你尔，这个活水嘛要互你所伫意的，你所爱的，甲你生活的，我要同齐互伊，毋是只有你一个会当得到。伫遮伫看的时阵，咱看见这个妇人人，伊直接去面对着生活中间，伊无想要互人知影。其实大家拢知，伊想要互人接纳，总是无人要接纳的。伊的生活，伊的人生，伊甲耶稣讲：我无翁婿。圣经学家甲咱讲，即时耶稣的回答是伫讲，这个妇人人过去真正有结婚是5摆，所以有5个翁婿，总是这个第6个是无结婚就住斗阵的。伊的生活是正人所无法度去接受的，有可能伊家己嘛无法度接受家己啊。一个人结婚5摆，伊安怎看伊家己？这5个翁婿是已经过身啊，也是离婚？伊安怎来看伊家己？别人安怎来看伊？竟然要讨迄个啉了袂阁喙焦的活水，这个福气的时阵，爱去面对着这件代志，就是生活中间别人无法度接受，我嘛无法度接受的，竟然爱带伊斗阵来，我才会当得到这个活水。总是伊竟然就安尼甲讲出来，我无翁婿，我无翁婿。咱看见耶稣无放伊煞哦，耶稣无因为知影这件代志，就安尼互过去啊。耶稣直接甲明明讲出来，你安尼讲的是对的。即马甲你斗阵的这个，毋是你的翁，你讲的是事实，你讲的是对的，你讲的是事实。你对我所讲的这件代志，的确是无隐瞒的。你伫面对着我这个生分的人所讲的这个代志，看起来敢若是事实，也毋过敢若阁有暗藏啥物代志。耶稣甲伊的对话内面，并不是模棱两可，直接对中心点就甲讲出来。你安尼讲是对的，即马甲你斗阵的，毋是你的翁。伊阁甲这件代志阁讲出来，这件代志都无应该讲，嘛毋免讲，嘛无方便讲，总是耶稣竟然甲讲出来。这个妇人人无生气哦，伊嘛无感觉讲，互人安尼讲出来该见笑。伊直接看见一件代志，讲你是先知啊，你竟然知影我的代志。咱有看见这个妇人人伊的心情无？伊无暗藏伊所做这件代志，伊竟然看见这个人甲
我所做的代志讲出来，这个人无简单呐，这个人无简单，这个人的确是先知啊。对遮的时阵，伊的迄个欢喜，刷落来较紧，搁问一个搁较深的问题。既然你是先知，你是无简单的人，你紧甲我讲一件代志，我一直想要问的，就是敬拜上帝，应该爱伫对。咱有看见这个妇人人，伊所伫意的代志是啥物无？当伊拄着耶稣的时，伊所看见、所伫意着的，伊也毋捌伊是主的时，伊看见这个人无简单，这个人的确会当互我知影我所毋知影的代志。伊的欢喜伫遮表现出来。耶稣煞带伊到另外一个搁较好的程度的生命，真正甲迄个活水互伊啊！耶稣甲讲，毋是伫遮嘛，毋是伫遐。你爱看见上帝的身份、上帝的性命、上帝是神，是灵。你着爱用你的心，用你的心灵，用你的性命，嘛爱用你的诚实，用你的事实、真实来敬拜。当你的心对的时，当你的心坦白的时，当你的心伫事实的中间，你看家己。你超找的是上帝就一只，上帝就一只，因为我就是甲你讲话的，迄个你超找的。这个过程中间，咱看见耶稣甲妇人人中间，本来是看起来是耶稣讨一项物件。总是最后分出去的迄个，想输出去的是耶稣。这个妇人人看起来本来应该是爱互耶稣一点仔水的，总是到后壁所得到完全的是伊的性命。毋那安尼，伊甲耶稣讲话煞，伊安那，伊用欢喜条条的心。去伊所住的所在，甲遐个人讲：恁来看，有一个人甲我无见过面，伊竟然甲我所做的代志拢讲出来啊！伊敢是迄个咱所听候的、咱所伫找的迄个基督吗？就是主嘛。伫遮咱看见即个妇人人，伊的心、伊的目睭完全。因为伊的坦白，上帝嘛，互伊看见真正的上帝，互伊得到救。伫这个过程，伊无隐瞒，伊继续做一个坦白的人。伊去到伊生活的中间，遐个无接纳伊的人。来喊话讲，你应紧来看，你应紧来看。一个无互人接纳，嘛无互人尊重，嘛无互人疼惜的人，竟然或者的看袂起伊的人出来得到好处。这个人。这个妇人人，伊的心开了，伊看见新的代志，伊看见主，伊的生活嘛得到完全无共款的改变。本来是透中道要闪避正人的眼光，甲人讲话，即时出来，总是当伊转去喊话的时阵，伊无。惊甲别人面对面来讲话啊！伊嘛无惊别人无接纳伊，
伊只有想着伊要甲好诶物件，伊诶经历讲出来，互别人知影，伊看见主基督啊，看见先知啊。一个人对对本来诶身份，为眼光伫看代志，一直到有一个新诶看见，互家己诶心来剔开，互家己诶心来对别人来公开，对别人来坦白。这个人诶性命，的确是甲过去是无共款诶。本来是惊诶，互人知，总是即马开始毋惊诶，互人知影。这是一个新诶过程，新诶生活。以后伊要用安尼新诶角度来甲其他诶人来斗阵。伊嘛会重新去看伊，甲伊即个毋是伊诶翁婿诶翁婿，因两个代志，因诶日子应当爱安怎过。伊看伊家己嘛，的确甲过去是无共款诶。新春礼拜，咱所看见诶是新诶日子，咱所想诶嘛是咱诶性命有一个新诶天开。是毋是上帝引带咱伫即个新诶一年内面，亲像即个妇人人共款，看见家己即马是伫啥物款诶境况内面？嘛，互上帝引带，互咱用诚实、真实、坦白、公开来看见家己即马所拄着诶、所需要知影诶、所爱找诶答案。对上帝遐得到答案诶时，来改变家己诶行为，嘛改变看家己诶角度，嘛重新来接纳家己，看见上帝眼光诶家己。有当时啊，咱伫教会内面会想，是安怎？我要去唱圣歌队，因为圣歌队无人，所以我来唱圣歌队，我来参加圣歌队。是安怎？爱插花，因为需要献花，互讲台，互上帝伫遮会当搁较欢喜。是安怎？爱有招待，因为人来诶时阵，需要感受到招呼。是安怎爱摒扫？因为会垃圾。当咱伫接受遮个服侍的过程的中间，看起来敢若是教会需要这个人做这个代志，需要迄个人做这个代志，足侪代志需要人，所以我才来。亲像耶稣需要水共款，所以我来。看起来敢若是咱付出，总是用耶稣的话是温事。想事温事的是甚物人？你若知影你所服侍的对象是甚物人的时，你就袂安尼讲话咯。咱就袂安尼看咱家己的服侍。咱所看见的就是甚物？原来上帝互我参加圣歌队，是因为互我看见我的嘴、我的心有需要一个会当安那乌鲁吐气的时，我的嘴若是无唱歌，我会用来做甚物呢？上帝
互咱的喙，成做一个吟诗乌鲁的喙。毋若是一个甲人讲话尔，毋若是伫讲八卦，毋若是伫怨叹，毋若是伫吐大气。共款是迄支喙，总是上帝互咱的喙，成做会当乌鲁的喙。做交代，咱以为咱是要帮赞来的人摕到酒报吗？互伊感受到咱的教会介温暖吗？总是伫做交代过程中间，咱也发现，原来当我伫做交代的时阵，我嘛毋望别人对我会当安那，嘛甲我笑一个。摕到酒报的时阵，看见我对待伊做好的时，伊嘛会当甲我讲平安。当我伫摒扫的时，看起来敢若是我伫摒一个所在，伊会无清气，总是毋是啊？原来我伫摒扫的时阵，安那是我需要我一个人甲耶稣约会的时啊。普通时，原来我遐尼无用。当我伫摒扫的时阵，我一个人，我普通时摒扫的时，伫做其他的工作的时，我的无用是对其他的厝内面的人。总是今仔日我伫摒扫的时阵，我是为着我所听的主。我会当伫遮祈祷，我会当伫遮吟诗，我会当伫遮放心自在、自由一个人。我就是我插花的时，是要献上我的才调。总是伫插花的过程中间，我嘛知影原来遮个花嘛，互我的心得到欢喜呀。遮个花，伊的色生了大蕊、细蕊的花，无共款的色。原来上帝创造是遐尼奇妙，上帝创造我嘛遐尼奇妙。毋知影我伫上帝眼中是甚物款的花，甚物色的花。迄个插花感觉无共款啊。所有的服侍看起来，敢若是为着教会，其实是对上帝遐得到最欢喜，最的满足，嘛是对上帝遐所领受的恩典啊。伫弹琴的时阵嘛是共款，伫指挥的时嘛是共款，看起来敢若是伫帮赞，即个礼拜当完全，其实毋是啊。其实是互上帝来伫咱的生活中间有一个无共款的行为，看见我的价值，看见我会当安尼来做大的代志，原来是安尼。伫实行院的时，当年伫暑假拢有一个报道会出国去。这个学生当年拢想讲是要去一个介弱小的教会去帮赞因，嘛想讲出国是去国外遐个无资源的所在，无听到福音的所在去传福音。每一个人伫学校内面伫准备的时，伫传遐个物件要出去的时阵，拢是想因需要啥物，因需要啥物，因需要啥物。原子笔、铅笔、彩色笔、蜡笔、色纸，多物件一直传，拢感觉无够，因为要互因，因为因需要。每一个人嘛开始伫练，有个人会晓弹琴的开始练琴。唱歌的开始唱歌，练诗，想要教小朋友唱啥物歌，会晓跳舞的开始编迄个舞要安怎跳。每一个拢无共款，讲故事的嘛开始准备，大家拢足快乐的，
嘛足期待去到迄个所在。有一年去到马来西亚，迄个世经教会，有特别一个年轻人之夜，是伫暗时要演戏，演迄个戏叫做“你是特别的，你最特别”。每一个人身躯顶面有一个小小的圆，有的是白色的，有的是黑色的。黑色的代表罪缺点，白色的代表耶稣已经予你洗清去的新的生命。迄出戏要互人知影，一个人本来是有介侪缺点，介侪别人看你无好的。你的身上有很多的小圆点，是黑点，是缺点。总是等耶稣来了后，你会改旧换新，黑点会成做白色的、清气的、完全新的、无瑕疵的生命。演戏的时来的人无几个，总是大家都是安尼，足欢喜的甲演煞。演煞了后，报道年轻人之夜结束了后，有一个食饭的时间，因为进前规工大家拢毋敢食，行喺伫演戏的过程中间，爱去走便所啊，还是歹巴肚啊，是安那，所以大家拢无食饭，一直爱等到迄个报道会结束了后才食饭。当大家咧传要食饭的时，有2个少年人，一个20出头，一个18岁，走起来问讲：“你们结束了？”迄当阵已经伫要10点嘛，你们结束了？大家想讲，都伫要10点，当然嘛结束啊，7点就开始啊！即马是伫问啥物话咧？这20几岁讲，可是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耶。那个18岁的从来都没有进过教会，我想说邀请他来，可是他就只能这个时间怎么办？你们结束了哦。迄当阵大家都想讲，对啊，都结束啊，都是要食饭的时间，啊无来甲伊讲话讲的，啊替祈祷就好啊啦，安尼。总是伫讲话中间，大家的心要食饭，要无爱食饭，大家伫遐想，派2个人去甲因讲话就会使啊。一群人出去，伫要20个，演迄出戏嘛是伫要20个。总是这2个人因为迟到，所以派2个出去甲伊讲话，啊，甲一个无输3个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就伫遐，有个人就伫边仔开始食饭起来啊，啊，大家就伫遐看因3个伫遐讲话。一直听到的就是你们结束了哦，可是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耶。我想讲，我们从更远的地方来，阮对台湾来到马来西亚的，你哪会爱准时咧？既然要来，你就知影7点就开始啊，一直到即马拢得要10点嘛，你才到。啊，你进前就知影要来，哪无甲时间安排好咧？大家都拢安尼想。总是阮一直听到迄句。你们结束了，可是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耶。后来队长就问大家讲：“咱为着因2个，搁搬一届好无？为着因2个，搁甲迄个戏，搁演一摆好无？”迄时有个人就讲：“啊，毋过时间都已经过去啊，啊，毋过已经过枵啊，啊，毋过，阮即马若是搁演嘛，袂比后段演搁较好啊。”因为拢无力啦，7点到9点半，大家拢无力啦。即马搁要搁演一摆吗？演一摆就爱20分钟呢，大家就伫遐讨论，伫遐讲。总是迄2句，你们结束了，可是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哦。伫大家心肝头，伫遐一直，迄个声愈来愈大声。后来队长讲，无咱
搁来表演一摆好啊。敢若是表演，毋过咱对台湾来，毋都是为着有需要、想要来看的人，需要福音的人，咱才对台湾来吗？这两个人为着要来看这两个人，一个邀请另外一个，拢无去过教会。咱的年轻人之夜，毋都是为着安尼来的吗？大家甲碗拢放落来，讲好。派队长去讲，我们再为你们表演一次，为你们表演一次。因两个是欢喜甲一人一边，一个坐遮，一个坐遐安尼。大家搁表演一届，表演煞，迄个看见的讲，迄个18岁，伊讲我要信耶稣。无讲道，无吟诗，无唱歌，嘛无礼物，拢总无啊！迄已经伫7点到9点半，拢已经煞。总是迄个18岁讲，我要信耶稣，以后我也要像你们一样，去国外为别人表演，像你们为我表演一样。迄暗当因两个离开的时。所有的神学生去到遐20个神学生，伫食饭的时，大家拢足感动的。伫分享的时，大家讲，本来我是想讲为着因两个，搁来做一摆，为着因两个来表演，总是原来上帝互阮的。欢喜，甲报赏，竟然遐尼大。为着迄个，我们为了他们，帮助他们再表演一次。其实得到上大的感动的是阮家己啊！阮要真做伫教会服侍的人，阮究竟是要看啥物来最重要的？是人的灵魂，是时间。是方式，是我已经忝啊，也是这个人伊会需要。对台湾去到遐，年轻人之夜只有一个晚上，规礼拜都为了那个年轻人之夜。若是阮无为着迄两个人，搁表演一摆，阮无法度。对上帝遐听见一句讲，恁遮的是我好搁尽忠的奴仆啊！我欢喜你。阮每一个人伫遐拢听见这句话，伫祈祷的时，阮知影，其实黑暗得到上大活水的是阮，毋那是迄个人。阮去到遐是互因什么物件？是互因阮的时间，互因阮所传的，其实遮的拢总是对上帝遐来的。上帝若是无好调，上帝若是无传遐的旅费，上帝若是无互阮有恩赐，阮无法度讲出迄句话，讲为着恁两个，阮搁搬一摆。结果阮竟然叫是阮会当互因什么物件？其实是上帝，互阮真做会当完全的奴仆。黑暗得到上大恩典甲祝福的，毋是迄个人讲要信耶稣，是阮遮的，互上帝好调，服侍人的上帝奴仆。每一个人拢看见家己，看见家己。会软弱，看见家己需要上帝，看见家己会无够额，看见家己就是家己足敖的，看见家己就是已经照应当做的代志，时间来完成啊，其实也阁无够。看见原来主伊所伫意的，毋那是迄个18岁。少年人，
伊治愈所有每一个伊的囝儿，每一个人的性命伫黑暗无共款。当阮转来以后，阮的分享是：毋好大概出去拢想讲，阮要互别人啥物物件，爱想讲，这届出去，上帝要互我解救换新偌济。一个新年的开始，逐年敢若安尼伫过，总是上帝看咱的性命是无共款的，是要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好，到无下厝的程度。总是咱伫看咱家己的性命咧，咱伫看别人的性命，敢有安尼咧？咱爱亲像这个妇人人共款，公开、坦白。面对着主的时，面对着众人的时，面对着家己的时，爱知影，咱是对主耶稣遐所得到恩赐，有搁一摆新的机会来做心灵的敬拜，来做甲上帝斗阵的迄个时。耶稣讲时已经到。甲你讲话就是我。咱同齐额头来祈祷。阮的阿爸，阮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亲像迄个妇人人共款，会当伫闪避的中间拄着你，嘛过一个开始无闪避的人生。互阮伫阮会当付出的时，看见原来是你先互阮看见阮的需要，你先补足阮的需要，才互阮会当去传。你先疼阮，阮才有气力去疼别人。伫新的一年开始，阮有缘要甲阮的性命摆列伫你的面头前，好的、无好的，阮真实、公开、坦白伫你的面头前，嘛伫阮的兄弟姊妹、阮的厝边、甲阮生活、甲阮工作的人，伫因的面头前，亲像伫你的面头前共款。阮的改变，阮的欢喜，阮所无法度接来，完完全全伫这个世间，一天一天，互你引带，行伫新的路程，阮的性命换新解旧。为着这个，阮献上所有的感谢，嘛来学乐。恳求圣神帮助阮，互阮伫每一摆的感动内面，拢会当成做一个深深的醒悟，互阮看见，阮常常拄着你，常常嘛拄着家己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应答上帝的话，咱来回应信息第439首。日月如梭那水流，直直过去无停候。回想今年所做逐项，紧紧过去哪迷茫？请咱起立来吟信息第439首。
请坐。下面咱要来奉献，请吉南执事甲义节执事来施献。请咱起立来认奉献的诗。请坐。下面我要来报告，请咱先开周报。报告事项第一，今日是新年恭喜，祝福兄弟伫新的一年，主稳人教，福气满满，年年新过新。第二条，后礼拜2月13日要召开会员大会，请兄弟预留时间参与。若有要请假的，请向牧师来请假。咱名单伫下骹12来看。第三，中执会讨论，为了保护兄弟的健康，待疫情稳定了，再来进行相连团契的事工，请兄弟为成立相连团契来代祷。第四项我就无要搁重复啊。下面咱来看聚会活动，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，主日圣歌队的练唱是上午8点45，礼拜是有姊妹查经分享是上午10点。2月7日要查的是路加福音第6集12集到16集。礼拜5查经祈祷会是下晡7点30分。查经是要查2月11是要查箴言第12章。咱来看圣工的事项。青扫是月圆节，后礼拜讲道是林怡文牧师，诗会是梁长老，司琴是刘老师，领唱是于养兄，诗献是义节执事甲我本人。招待是张邦熙兄甲春英姐，插花是江老师。后礼拜清扫是我。咱下骹无印顶礼拜的奉献，因为迄个影印公司扣款，伫迄后礼拜会来甲伊补印安尼吼。咱来看本周的金句，伫个后壁吼是约翰福音第4章24节，咱念完再来讲咱的章节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着用神来敬拜，来真实来敬拜。请咱一起来念：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着用神用真实来敬拜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着用心灵甲真心来敬拜。上帝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福音书中24节。新年期间，请咱互相来13甲来请安，互相拱手请安。
真好听。最我拄着基督啊！蒋老师昨暗脚去拐着，所以今日早起无法度来，才确定才打电话甲平安一下。好，咱即是进入讲道的时间。听阮的主，阮伫过新年，阮的心伫欢喜。总是阮嘛无袂记你，遐个伫艰苦的人，阮嘛有愿甲遐个伫艰苦的人，伫过年的时，因所过无好过的年，来交托伫你的面头前。身体病痛的兄弟，受灾害的家庭，无工作的人，阮恳求你来固守因的心，嘛来安慰因，互因知影，你毋但是甲伫礼拜堂、伫教会内面敬拜你的人斗阵，你嘛甲侪侪毋捌你、无敬拜你的人斗阵。你要赏赐平安互因，亲像赏赐平安互阮。你固守因的需要，亲像你固守阮的需要共款。互阮的性命哪来哪亲像耶稣，互阮哪来哪亲像你，阮的天父完全。互阮哪来哪欢喜家己的性命，哪来哪勇行。
互阮会当诚做互别人交托的人，互阮会当诚做互别人信任的人，互阮会当诚做真正对你遐领受着恩赐，搁去传，搁去分，搁去同齐欢喜的人，嘛互阮有目屎，甲遐个直流目屎的人斗阵流目屎，互阮毋但会晓欢喜，会晓笑，嘛互阮会当甲别人同齐来求讨，来提靠，嘛来接受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感谢你，互阮过一年又过一年，互阮的性命伫你的面头前得到完全。阮同心安尼感谢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受赐阮平安。上营信息第637首，上帝正经离报主，互人知，伊奇妙的名传到通世界，救主完全得胜，伊名着称赞，伊圣国是荣光管理通世界。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637首。愿主的恩典，伫恁所要行的路，亲像得滴的油，互恁得到快乐甲欢喜，对即时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
花。